虔诚的听众，牛杂。现在又是前甲之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已经解说甲正文第62页，解说甲正文第62页，对头已经解说甲第12节，就是解说甲四位七佛。即马要来说来解说下面，下面就是释迦文佛授传摩诃迦叶尊者，第二阿难尊者，第三上那何修尊者，第四优婆却多尊者，第五提多迦尊者。即马将这个所在呢，一直啦到甲第32，就是弘忍大师。这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啊，在迄当时阵应伊弟子的要求，对佛甲祖师的传授啊，在这个所在做为一番的说明。因为弟子问伊讲，将上诸佛乃至祖师应现以来，已经是传授几代了。慧能大师就甲伊讲，论起佛的应世啊，已经是非常的济。在过去遐尼真济佛啦，无法度一一的甲伊提出来，所以呢，就将过去庄严劫最后三尊佛，以及甲现在现劫七佛来介绍。那么现在现劫的四个佛啊，过去庄严劫的三个佛呢，拢总都是七佛咯。啊，这个七佛搁再过来就传互祖师啦。所以呢，讲起佛啊，就是过去七佛啊，这个祖呢，就是对摩诃迦叶尊者开始。释迦文佛授传摩诃迦叶尊者，这是咱现在是要继续来说明的。这个授呢，也就是开始，也可以讲就是第一的意思。就是讲释迦文佛啦，第一呢，就是传互摩诃迦叶尊者。也会使你讲摩诃迦叶尊者，就是咱教主释迦牟尼佛下面的第一代祖师。这个摩诃迦叶，若是依照法华文句内底对摩诃迦叶尊者的解说咧，摩诃迦叶啊，来解翻译咱中国话咧，名叫做讲做大龟士。这个龟就是龟啦。讲伊的先代学道啊，灵龟呢，附仙道语言。就将伊的德呢，来甲伊合作伊的作，名叫做讲归士。当伊时呢，也根据真谛三藏甲伊翻译，名叫做讲做光谱。那这个光谱的意思呢，就是讲伊的身躯的光啊，非常的大。遐伊即个身躯光遮尔诚大，照落到地啊，其他的光呢，拢将咧无去啦。所以呢，也名叫做光谱，也名叫做阴光啦。这个阴光的意思就是讲，假设尊者身躯的光明，会当好将其他的光拢甲伊吸去。因为伊的光较大，其他的光较细呢，当然比落到地就无去啦。等于讲迄个光啊，去食去，去吸去共款。所以名叫做讲阴光。比如讲，若是差不多50个电灯火，也边甲点一拍20节，20节的光较光呢，迄个50节都无快。
即摆佫相对点60节个火啊，迄个20节个就无去啦。要点100节个，哇，迄个60节个都去互食去啊。甲你共款的意思。也伫遮名佫讲做尊者呢，就是讲伊的智慧、伊的道德拢具备啊，堪为人尊，就是讲堪你呢，互人家尊重，所以名叫做讲尊者。尊者呢，就是属于阿罗汉的尊称啊，就是讲伊的解啦真悬，伊的道德真正悬，互人所甲伊尊重。依照刑事草所讲啊，凡是出家下座的称呼上座呢，就叫做尊者。根据《指月录》的记载。咱世尊是安怎样啊，将法来传互迦叶尊者呢？就是讲世尊有一日啦，在灵山会上，要讲经迄时阵，就摕一蕊花啊，手里摕一蕊花摕悬悬，也互大家看。伊无开口说法的，敢若摕迄蕊花，互大家看。大家呢拢毋知影佛的意思。所以大家拢点点，奇怪啊！佛太毋讲经，也摕即蕊花，互大家在看是啥物意思呢？无了解，所以呢就拢点点。在迄个时阵呢，只有迦叶尊者呢是破颜微笑，就是讲伊呢微微啊笑。啊，这个微微啊笑呢，就是表示伊对这个道理啊有所体会，才微微啊笑。迄当阵，世尊就安尼讲啦，讲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上微妙法门，不入文字教外别传啦，富足无假设。这个意思呢，就是讲我呢有正法，也有这个涅槃的妙心。这个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呢，就是实相无上。实相这是无上的物件，也以这个微妙的法门啊来传互迦叶。这个微妙法门是啥物呢？就是不入文字教外别传。这个不入文字教外别传的意思呢，就是讲毋免依照文字教，在这个文字教的以外呢，搁再传的，名叫做讲做不入文字教外别传。啊，就是将伊的心法呢来传互摩羯实尊者。如果再讲啦，讲这个世尊啊，到甲这个道主塔前啊，就命令摩羯实尊者呢来分座令座。啊，这个分座令座的意思就是讲，将一半的座位啊来让互迦叶尊者坐，也将这个正气力。甲伊围起来，就是讲将袈裟围起来，就对迦叶尊者讲啦，讲我以正法眼藏啊，密付于你啊，你当何持？啊，就是讲我即马将这个正法眼藏呢来传互你啦，你应该爱好好来保护，好好来修持。当时啊，来命令我咱尊者呢，啊来帮助迦叶尊者。来教化无能断绝，这是根据《指月录》顶的解说。伫遮呢有一个不入文字教法别传，这个意思就是讲，禅宗所传的啊，乃是心法。啊，这个心法呢，毋是文字可以表现，所以呢就是啊，无依靠着这个文字，你爱好好去体会。不过，这个不入文字教外别传的意思，咱可以以其他的道理啊来去甲体会。咱有一个地讲做弦外之音。什么叫做讲做弦外之音呢？这个弦就是讲弦啊啦，弦啊就是种这个乐器。啊，这个乐器甲奏有迄个声音奏出来，但你呢，在这个乐器所奏的声音以外，你会搁再另外体会一项道理出来。
那咧，这个道理呢，当然啦，就毋是对迄个乐器所造出来声音咯，或者是讲言外之音。这个言外之音，或者叫做言外之意，就是讲即句话，虽然是讲在外表听起来，咱浅浅甲听起来是安尼讲法，毋过呢，伊所包含的佫另外一个意思伫咧。你即马毋是去了解伊迄句话，咱听去迄句话，咱是将迄句话呢，佫再去体会伊迄句话内底所包含的意义是啥物。伫遮所讲的不离文字教学别团等于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讲你呢，毋是着在迄个外表的语言文字，就是将迄个语言文字佫再体会更加进一步较深的这个道理。那这呢，就是所讲的不离文字教学别团。这位摩羯实尊者呢，伊是一位修抽道行的尊者。所以在咱世尊10大弟子中呢，伊是抽道第一。在正一阿含经有安尼讲12抽道难得之行所谓大迦叶比丘是。讲这个12抽道，这是一种难得的苦行。一旦修这个苦行呢，就是大迦叶比丘。唯有这个大迦叶比丘有法度。这个摩迦叶，这个摩诃呢，就是大啦。这个迦叶应该就是做迦叶婆，迦叶婆就是就是讲做大龟士啦，龟就是讲龟，或者是阴公。那伊呢，就是属于婆罗门种之一啦。伊本名是叫做毕婆罗。为什么叫做毕婆罗呢？就是讲伊的父母是基督毕婆罗树才来生这位迦叶尊者，名叫做毕婆罗。伊本来是一个大富中者的囝，伊会当好写起了真正大的财富，以及甲伊的名望来修抽道的大行，也互佛所该奖赏，也互一切人呢所该认识，所以飘这个带，飘这个带就是鉴别10力迦叶啦，或者是讲优流宾罗迦叶等等，所以呢就用这个带意思。这位迦叶尊者在咱世尊入了盘了呢，伊就负起了结集3宗经典的责任。迦叶尊者在咱世尊入了盘无偌久，就发起在灵鹫山7叶坡的所在做第一次的结集。第一次的结集呢，就是经典的整理。但所以，讲做经典的整理呢，迄当阵呢，就是请阿难尊者啦，因遮人起来背诵，就是讲咱世尊所讲的经典呢，搁再背诵一遍，也其他的这500个罗汉就伫遐甲伊印证讲你所背诵这无毋对。既然无毋对，以后的人都爱搁照呢来去传持啦。在迄当阵也无有文字的记载嘛，大家拢将个传持。这个传持意思就是讲会记哩，安尼来去上，也自安尼呢来去传互后代人。咱即马就是讲这位摩迦叶尊者，也这个摩迦叶尊者就传互第2个阿难尊者。这个阿难尊者呢，就是属于第2代祖，就是讲对佛所传来祖师来讲呢，是属于第2代祖。那这个阿难尊者呢，是在王舍城的人，伊是属于彻底二种。伊的老爸呢，就是叫做福梵王。这个福梵王的囝名叫做阿难陀。阿难陀这是印度话啦，来解翻译咱中国话呢，名叫做庆喜。或者名叫做欢喜，这个庆喜的意思
就是讲咱世尊成道迄一暗，伊出世，也在皇宫内底，拄为着世尊的成道伫咧庆祝。迄当阵报讲乌兰尊者出世了，就欢喜了。所以呢，名叫做庆喜。乌兰尊者呢，是咱世尊伊的结拜小弟。既然出家了呢，就作为十大弟子中多闻第一的弟子。在《正一阿含经》就安尼讲啦，讲我声闻中。第一比丘知时名物，所至无碍，所欲不忘，多闻广远，堪饮奉上，所有乌兰比丘是。这就是咱世尊伫咧讲，乌兰尊者呢是所欲不忘，多闻广远。伊呢听真正济啊，记真正济，凡修听着拢会记。所以过去。祖师大德就来赞叹，讲佛法如大海啊，点滴乌兰心。讲这个佛法呢，敢若像这个大海水共款，但是呢，一点一滴啊，拢都是流入去乌兰尊者的心中。可见啊，伊的记性是偌好，咱就可以了解。伊出家了呢，是做咱世尊的使者。了后呢，就来帮助这个迦叶尊者呢，来结集这个经典。就是咱世尊入涅盘了，摩迦叶尊者在摩羯陀国的大石窟来结集三藏，迄个时阵，就使乌兰尊者呢来结集这个经藏。当时。这位乌兰尊者，也可以讲就是《楞严经》的发起人。咱世尊会来讲迄部《楞严经》啊，纯粹就是为着乌兰尊者。因为乌兰尊者受到摩登伽罗的灾难，咱世尊啊，就上楞严咒，命令文殊师利菩萨来去破迄个沙比伽罗善梵天咒，将乌兰尊者给救倒来。将这乌兰尊者救倒来了呢，就来讲这部《楞严经》。《楞严经》主要就是伫咧谦用爱舍实用尽的道理，就是讲爱舍去了分别的妄识，爱用这个根性来去用功修行。识这是有分别，根性是无分别。乌兰尊者因为伊是多闻第一。记忆性非常的好，但是呢，伊的意识妄想分别也是真正强烈。所以当咱世尊问伊讲：“你当其时想他会出家修行啊？”伊就讲：“我都看你世尊真正庄严啊！这款的庄严相，当然毋是一般世间的爱欲所生咯，使我生起仰慕，所以我就来出家修行。”若是咱听。乌兰尊者的这个回答应该讲，这无毋对啊，因为看到世尊的庄严相，所以来出家修行啊。但是，用佛法的究竟去讲起来，以的眼光来看到世尊的庄严相，也生起爱护之心啊，这就是一种的分别心分别好、分别歹这个心理，这拢是意识妄想。这个意识妄想呢，这是一种修行的大障碍。所以咱世尊就该开始讲你安尼用对，结果呢就对乌兰尊者所执着的意识妄想呢一直来给破名叫做讲做三番破失，所以就讲一部楞严经。这乌兰尊者呢，就是将迦叶尊者传来作为第二代祖师。下面第三上那和修尊者，这个上那和修，这是属于第三代祖。第三代祖呢，伊是在迄个摩多罗国的人。
这个上那和尚尊者，伊以后啊，就到这个优婆国岛。那这位上那和尚尊者呢，就是阿难尊者的弟子咯。那这个阿难尊者的弟子的这个上那和修，那么这个上那和修伊的名，为什么叫做上那和修呢？这个上那和修也名叫做上那和师，也叫做上乐家菩萨，有几路的名伫咧，是阿难尊者的弟子。这个上乐家，这是一种的伊的名，就是讲布衫布的名。因为伊生生世世拢穿即款的叫做色乐家衣，所以名叫做色乐家。这个色乐家衣来翻咱中国的名叫做麻衣啦，也较早也翻译叫做太医咧，就是用迄个意思所来翻译。那依照西学期的讲法呢，就是讲伊呢，这个上那和尚尊者呢，在过去生中就是以这个色乐家草，这是一种的草啦，该织织变成衣，变成衣呢，在结汗机改下迄一日。就自这个提布施所才出家啦。由于这款的福德因缘，所以在500世的中阴声音常常呢拢是穿这样衣。这世人最后呢，伊这个最后身将胎出世的时阵呢，也穿啊衣呢也是带在身躯。既然渐渐长大啦，迄个伊呢真奇怪，也随着伊安尼会大起来共款。到以后，阿难尊者带伊来出家，这样伊呢就变成一个法服。到伊受其足戒迄个时阵呢，这个伊呢就变成9条的迄个正气咧。以后入涅槃的时阵呢，就到一个边界顶。发地愿力，就留这领袈裟，也就是等于呢留这个佛法在这个世间，所以呢名叫做上那和修，或者是叫做上乐家菩萨，就是这个意思。这位上那和尚尊者呢，就是属于第3代，就是对于介绍尊者传来，这是属于第3代祖师。由这个第3代祖师呢，就传予第4代优婆国道尊者。由这优婆国道尊者传来呢，就传予提多迦尊者。第4这个优婆国道尊者，是查理国的人。这个尊者呢，伊接受到上那和尚尊者的道法。也依照上那和尚尊者的指示呢，凡是伊若起一念的恶心，就该放一粒乌石头；起一念的善心呢，就该放一粒白石头。上起头，这个乌的石头较济白石头较少。渐渐修行这个恶心慢慢无，善心慢慢增长，就变成讲乌的石头甲白石头呢平齐啦。但是经过7日了后呢，就只有看到迄个白石头，就无乌的石头，那就是表示讲伊心心念念所起拢就是善心啦，无这个恶心。所以迄当时阵，这个上那和尚来讲这个四圣体，伊呢就会当好随时来了悟佛法。就是这位优婆国道尊者伊的一段因缘。伊就是属于第4代祖。注意听听众，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或者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